香港近視比率全球最高，一旦出現近視，日後患上各種眼疾嘅風險就會大大增加。從兒童到老年都應該關注眼睛健康，免受眼疾困擾。只要及早護眼，就係俾自己最寶貴嘅禮物。兒童時期係視力發展嘅黃金期，與賽斯攜手打造嘅近視防控中心，引入尖端嘅技術測量，並追蹤眼軸嘅變化，為學童提供一站式近視風險評估同管理服務。OK 鏡同近視控制隱形眼鏡可以減慢近視加深，近視控制眼鏡亦提供方便安全嘅選擇，仲有紫外線防護功能，適合唔想佩戴隱形眼鏡嘅一眾。隨着年齡增長，學業同日常用眼嘅需求提升，如果近視加深 ，Smile Pro 微笑激光矯視可以快速、安全地改善視力。手術後最快第2日就可以回復正常生活。除咗 Smile Pro 矯視 ，ICL 直入式隱形眼鏡亦係另一種靈活嘅選擇，具備可逆性，可以因應未來需要將 ICL 晶片移除。成年人用眼環境更加複雜，無論係長時間嘅電腦工作，定係戶外嘅紫外線，眼睛都需要全方位照顧。Size Vision Expert 官方認證驗眼配鏡流程，提供更精確嘅高端像差數據及全面嘅視覺分析，打造真正個人化眼鏡方案，配合應付唔同場景需要嘅單乾、漸進及變色鏡片，精準應對你嘅日常，享受精緻生活。踏入中老年，眼睛更加要時刻關注，常見嘅眼疾可能會逐漸顯現，例如白內障、青光眼、黃斑部病變等。眼有問題唔好猶豫，立即尋求信得過嘅眼科中心了解下，定期驗眼，配合有效嘅治療，先可以有效減低視力退化同視力無法逆轉嘅風險。無論你處於人生邊個階段，都應該守護你嘅視力，關注眼睛健康，選擇合適嘅方案，睇清日後每個珍貴嘅瞬間。